这一次出版的这些书籍呢，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呢，都是这些我们学校里面工学院的小孩子，他们每天在念、在唱的内容。现在要出版的都是春天的内容，那他们在每年的春季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在唱、一直在念这些歌谣。那这些歌谣呢，就紧扣着春季的大自然。春季会发生的事情来创作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阿美族的，也很容易可以转换成别的语言。我们帮你写好了，比如说可以转成台湾语的，它可以转成客家语的，可以转成台语的，各式各样的语言的。有才华的人稍微做修改就可以了。很快的，你就可以拿这一些内容呢，成立你自己的学校，教育你自己的小孩。